拍谱来鼓励咱的学生将阳光来归予上帝。今仔日是暑假的头一日，咱的主日学生甲青少年做阵伫上帝殿宇，带咱来敬拜上帝。今年咱会当看到少年团契，其实咱有真侪主日学的学生已经升到伫这个国中，所以咱青少年人数今年有较增加。也咱伫祈祷中间，爱为着教会，或者儿童，为着青少年因的学习来祈祷。也特别伫明仔载开始，就是咱有连续5日的暑期儿童营，需要上帝诚做咱的帮衬来带领这的学生。今仔日咱也真感谢咱的家长特别是拢伫耶拄顿时班内面其实因平常时付出真多，无论是伫工作的中间，也是照顾厝内的士大人，照顾囡仔，其实因非常的无闲。所以但会当排出时间特别来练习，这咱真正是爱真对因的服侍会当得到真大的这个感动。今仔日咱所读到的这个经文，咱倒来看，伫迄个顶礼拜，杨牧师会甲咱讲起葡萄园的歌。迄个诗歌，其实咱看到诗歌的内面，其实先伫，互咱一开始看到这首诗歌的时阵，是一个情歌。但是这情歌最后安怎？伊变调去。伊咱讲急转直下，伊伫遐带出上帝的谴责，所以伫以赛亚书第5章第7节安尼讲起，讲上主万军的统帅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啦。伊设计栽种葡萄树，是犹大的人民，伊所期待是公平，毋过所看到的是害人恼火。伊所仰望的是公义，毋过只有听到人话冤枉。所以原本是一个真水的葡萄园，上帝要起造的一个水的葡萄园。迄个葡萄园所结的果子应该是甜的，互人会当伫迄个所在去食到甘甜的滋味。但是咱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掌权者、贵族，因所治理的社会却是安怎？害人恼火，人话冤枉。这款的葡萄园，带予人民的生活，毋是甜的，是苦涩的滋味。同款的，伫咱的处境下底，咱所选出的民意代表，也是治理者。因应该爱带予人民是甜的葡萄园，毋是苦涩的葡萄。如果伫以赛亚先知，伊伫咱的时代的时阵，我想伊同款会发出类似的呼吁，伊会邀请众人，咱都爱致意社会公平正义，因为公平正义是一个甜的葡萄园所显出迄个实在的内涵。今仔日咱所读的经文，就是接伫第7节后面，一变调，诚做哀歌了后，咱咧读的时阵，咱若去注意，咱有读到6摆，讲惨啊惨啊惨啊6摆。为什么先知伫遐话惨啊？先知毋是讲该死，伊是讲惨啊。这个惨，其实是迄当时丧礼的时阵的哀哭的声啦，惨啊惨啊，非常的心内非常的艰苦心啦。所以先知的重点毋是宣告要审判，先知的重点是为着上帝葡萄园以色列伫遐安怎？伫遐悲哀，讲太遐尼惨啊！这个社会太无救啊！现在咱就做阵来看。
先知以赛亚，伊伫遐画6摆这个惨啊，就是咧讲起以色列有6种真要紧的罪恶行。咱来看第8节到第10节，一只一开始，伊咧画第一行惨啊，咱讲居住不正义啦。无论哪一个时代，徛起土地、徛家的正义，这是人的基本的人权。以色列人因伫一开始进入迦南地的时阵，上帝就爱摩西伫遐分配12支派所徛起的土地，因为人徛起会通好好事事徛起，这是基本的人权，上帝予人的人权。但是先知伫遐讲惨啊，因为经文内面讲安怎，恁的厝一间搁一间，土地一地搁一地。原文的意思是讲房子房子，田地田地，意思讲连做阵的意思啦。因为迄当时有钱的人，伊安怎将隔壁的土地搁买起来，搁将其他的土地会当连的做阵买起来。买做一大片，厝就安怎起了真大间，咱讲大宅院迄款的，是一个厝的集合群。有权有势的人会通通过安尼去摕土地。圣经内面上出名的，就是《列王纪上》21章第1节到14节。迄当时的王亚哈王，伊去侵占一个百姓拿别的葡萄园，因为葡萄园拄好伫迄个亚哈王伊的葡萄园的隔壁，因为因爱连起来，迄个土地较有价值，所以亚哈王去甲拿别讲，你的葡萄园互我，因为就近我的王宫真近，我用较好的甲你换。你若爱钱，我就照钱甲你买。那别伫遐讲我唔敢哦，这个土地是阮的祖先所留落来的祖产。亚哈王因为安尼受拒绝了后，伊就郁卒无欢喜，转去到伫王宫，甲因某讲啦。因某亚西别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伫遐伊就安怎讲这简单啦，这简单啦，我教你。因为伫因的国家内面，因用迄款的假证人来诬陷，所以伊就安排人来侮辱这个拿别。所以拿别伫迄个中间，伊就受诬陷。亚西别伊搁安怎做？你敢知影？伊叫人做这个代志以前，伊讲恁就爱先去安怎宣布禁食，宣布禁食，互拿别坐伫人民的头前，然后叫2个匪类伫伊的面头前做假见证来甲陷害。所以咱看到宗教信仰、禁食祈祷，嘛真做一种害人的工具啦。这都是拿别的葡萄园的故事。迄个匪类伫遐指控拿别，所以后来证人迄个法官就伫遐宣判，讲拿别亵渎上帝，侮辱王，所以长老甲贵族就找人将拿别安怎带出去，用石头钉好死。这款的代志，先知以赛亚就会甲咱讲起，因为第5章第7节就会讲起，讲老人的血，伫遐冤枉的人伫遐发声。当一个社会无公义、无公正的时阵，这款的社会，互人感受到是一种苦涩的生活，唔是上帝要互人的这个甘甜的日子。我以前伫婚姻牧会的时阵，教会有一个长老，伫一个公家的银行
去做迄个寿信科的科长。有一回，拄爱讲到律师的代志，伊就伫遐讲哦，伊嘛捌拄着即款的代志。伊讲有一个立委，摕一个渔运仔地，讲要来借2000万。啊，伊是寿信科的科长，伊就安怎爱去鉴价？因就到现场去鉴价，看到迄个渔运仔地，渔运仔应该是饲鱼啊，结果渔运仔地是打去啊，迄土悬啊，嘛无法度饲啊。迄块地因估计起来无到100万啦。地主什么人？找到地主啊，是一个伫街路安怎会乞食啦，做人头啦。顶头的讲爱即个立委要贷款，你就爱贷互伊。阮迄个长老伫遐讲，啊，阮若贷互伊，我着做假代志，袂用的，我做袂落去。所以伊伫遐讲，啊，你也要贷吼，总行去贷，莫对我遮来贷。所以伊伫报告的中间，就直接就甲写，哦，偌济钱？伊讲无到100万，然后互总行去办理。恁兄弟，这是以前伫婚姻所发生的代志。有的人会通用职权来去承做这个国有地，违法的使用，顶届选举咱嘛看到啊。但是咱台湾足侪人选嘛是敢伊选出来，敢毋是？这现象拢互咱知影，咱的社会离先知所讲的迄个理想有真大的距离。咱的社会有缘存在迄个居住不正义、土地无正义。一个社会若爱进步，是需要彰显出上帝国迄款的理想。先知的批判，就是咧提起咱的社会中间的歹所行。毋是上帝这个代志，毋是上帝所意爱看到的。这个歹所行，互人民感受到的是性命是可惜的。这个国家所结的葡萄，毋是甜的啦，是可惜的。对古早以色列人来讲，每一个族群拢有家己分配的土地。如果有人因为无法度生存去卖土地的时阵，照摩西的律法，安息年的时阵，卖的土地买的人安怎爱还互对方，互伊有土地，伊的所有权爱还伊。因为对古早的人来讲，土地是弱势的人因爱去竞逐生活的基本人权，所以摩西的律法特别伫遐有甲保障。这项人民散赤人的土地的政策，咱看到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已经受破坏、无遵守啊。咱来看第9节，先知安怎讲？伊讲我有听见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一定有真侪大间厝的荒废，真侪看水的厝体无人徛起。这个意思是讲，这土地的地主因真贪心，有遐尼济土地，有遐尼济厝，最后也因为安怎受掠了后。拢总荒废去。确实，后来巴比伦侵略这个南国犹大了后，这个好野人的厝、土地拢无去啊。这就那亲像先知所讲的预言同款。咱若看到中国这几年，房地产一定安怎愈起愈侪间。过去10几年的中间，中国的 GDP 将近25%是房地产贡献的。但是咱看到这几冬来，很多的烂尾楼，甚至我嘛看到新闻，在讲起买一间厝，送一间厝，结果安怎嘛无人要买。圣经第10节咧讲起，有2间葡萄园。才生产20公升的酒，
也十人的经济收无一人。这个意思是讲，你假使有真水真肥的田，但是社会无公义、无正义，袂带来祝福，反倒等因为人的罪，土地要受咒诅。就那亲像亚当夏娃，因的经历，因违反上帝的话语，因伫遐无顺探上帝的话，受赶出这个爱甸乐园，土地也因为人的罪，生出这个气魄。所以人需要劳苦，才会通得到活落去。其实，这个经文内面也互咱看到，迄个时代已经对上帝话已经安怎藏伫脚趾片后面啊。因为上帝10条诫第10条安怎讲？讲唔通贪你厝边的厝。第10条诫是安尼讲。哇，这句话一个社会惊毁灭。是因为因无重视上帝话语所带来的价值。煞接咱来看第2项的恶行，就是11节到12节，讲惨啊！啥物代志惨啊？这个透早起来就啉高酒，啉到半暝，阁醉茫茫。为什么会安尼？伫遮的讲起，是因为因的生活无目标。因为12节伫遐讲。毋过，因安怎无去想上帝计划，无去注意上帝作为。人的生命若无有一个高尚的目标，人的生命若无有使命，无去看到上帝作为，安尼人活着要创啥物？所以伫遐一日过一日，糊里糊涂的过日子，这是先知所批判的。所以相对的，咱若是要遵照上帝话语。咱就安怎爱去敲找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伫叨？读圣经啦。我伫查经班吼，愈带人愈少。我想讲，哇安尼落去的时阵吼，无人爱读圣经，安尼咱就可能亲像先知一只所批判的。大家招来毋是读圣经，大家招来是讲，来哦，来啉一杯哦。这款的社会敢会进步？这款的教会敢会进步？袂啦。随望无来参加牧师带礼拜一暗时的查经班，我知影伫咱的小组内面，真侪小组有缘有咧查经。礼拜日、第2场礼拜后，嘛有咱的社青的小组，因嘛会查经，我嘛会含因参加。其实咱需要去查考上帝话语。若无去查考，就亲像伫遮先知讲惨啊！干那会晓安怎？干那伊伫遐招要啉酒，啉到醉茫茫。即款的社会是危险的。咱需要去留心上帝作为。上帝爱咱有限的人参与伫伊无限的创造的工。这是先知伫遐话惨啊的第2项。煞接咱来看13节到17节，先知伫遮话第3惨啊，伊伫遐指出的是这领导的阶层的错误，也致到人民也受害啦。莫掠准讲有权有势有地位，无论是民意代表、立法院、立法委员，因的错误袂影响咱，无啦，因的错误一定会影响百姓，一般人民拢会受到影响。因为因所立法的法令制定，拢关系到人民。好的法律会通带来公义，带来人民；无好的法律会侵害人权。所以伫先知的信息内面，就会甲迄当时的人民会讲起，会受到什么款的危害。先知直接讲，13节讲，恁会受掠，被放逐。这个被掳。其实就是国家灭亡啊！因为迄当时的国家灭亡，侵略者通常是将遐个人安怎，拢带离开因原本徛起的所在，收掠。所以后来犹太人捌收掠到伫巴比伦。第14节讲啥？
阴间死亡嘛要安怎吞食？吞食无论是贵族、卑微的人，拢吞食。所以咱看到这个14节的中间，要讲起宴乐的贵族、吵闹的平民，拢安怎？拢互死亡阴间吞食去。所以莫讲吼啊，这种的人有这种的人因所做的歹袂影响咱，的人拢会互相影响。咱来看15节，讲人受这个屈辱，世间人受降低，日头目头悬的人降做卑微。这意思是讲社会的地位后来拢安怎？拢消失，拢无啊！你什么款的地位拢无啊！所以这就是要甲咱提醒，当统治者、当制定法律的人乌鲁木齐的时阵，敢会影响一般人民的人？咱会受到影响。煞只咱来看16节到17节，伫遮一开始安尼讲，毋久，意思讲咱莫绝望啊！毋久啥物？毋久上帝彰显伊的公义，彰显上帝的神性。安尼上帝的神性公义，啥物人要来彰显？有看到无？先知伫遮出来啊！先知就伫遐话讲爱公义啊！当咱的社会有无公义的时阵，有人出来话公义，要求公义的时阵，这就是咧提醒咱上帝的声音啦。这段经文咧讲起，细只羊仔会伫好野人芳远去的土地找食。这个细只羊仔是指啥物？伊会当指外来的游民，也是讲原本是受欺压弱势的人民。因原本无资源，但是今仔日因会通伫遐找食，意思安怎？这叫做资源重新分配啦。资源重新分配，这就是一种公义的展现。煞只咱来看这个18节到19节，伫遐描写第3个这个惨啊，伊这个形容真特别。伊讲安怎？将迄个罪恶诱到家己的面前，明明知影迄是罪，迄是歹，但是搁安怎？将迄个罪诱来到伊的面前，意思是安怎？与恶没有距离啦。以前有一出电视咧讲啥？与恶的距离，伫遮安怎？与恶已经没有距离了，将歹诱来到伫家己的面前。先知咧讲啥物？讲因为这个歹，是因为人无相信上帝的审判，甚至伫遐乞笑上帝。咱来看伊安怎乞笑，好无？伫遮第19节安尼讲，上主啊，着紧哦，较紧完成你的工作，互阮会通看到。你来看做歹的人讲，你也要审判紧哦，意思伊咧笑上帝啦。啊，上帝你讲的尔，你嘴讲的尔，他有真正要审判。因无将上帝话当做一回事，因连上帝拢唔惊，他会去惊人。一个人心内无有神，安尼这个社会安怎？连人拢唔惊呢？你甲回想咱过去台湾，伫大家乐六合彩的时阵，有的人去拜神明，拜拜了后求明白，求明白了后无求着，就安怎？将迄身甲迄身掠起来，安怎？断骹断手，搁断头的，有无？人连所信的神拢唔惊。连神拢唔惊，他会惊人。这个社会是无有价值的社会啊！唔知影啥物个啊，掠准家己是真熬，这就是先知一遮所提出的。这个人骗受上帝，讲上帝啊，你着紧哦，哦，阮想要看哦，你要完成你的计划，着紧哦，你要看。这个人是恶极到安尼。煞只咱来看第20节，就是第4项的恶行，就是安怎是非颠倒啦，白讲做乌的，乌的讲做白。这款的情形，其实自古以来
世界史啦。为什么安尼讲？上有名的伫中国就是安怎？迄个秦始皇死去了后，因囝即个扶苏，结果安怎？互伊迄个宦官赵高甲杀死。赵高佮甲即个丞相李斯两个假传圣旨，立迄个细汉的迄个胡亥做秦始皇二世啦。啊，迄个故事内面咧讲起，讲赵高为着要安怎？看什么人听伊的话，什么人无听。伊有一天掠一只鹿仔入来到伫皇帝的面前，问皇帝讲：这只是啥物？迄皇帝讲：啊，鹿啊！伊讲：毋是，是马。这只是马。这只马吼，日行千里，吼，夜行8000。讲这只是马。迄个皇帝因为受伊控制啊，伫遐讲，是马。啊，其他伊嘛问其他的人，恁讲这只是啥物？其他的人伫遐讲，是马。讲马的人就是安怎？听即个赵高顺叹伊的人啦。但是中间嘛有人讲，无啊，这明明就是鹿仔，太是马。点知影？无顺服的人。过几工就互人暗杀死去，这是真出名，指鹿为马。这是发生伫主前200年前，但是先知以赛亚伊时代搁较早，伊是主前第8世纪。第8世纪的时阵，有迄个颠倒是非啦，先知伫遐批判，恁将乌的讲做白，白讲做乌的，其实互咱看到颠倒是非的社会。无分民族、地区、时代啦，真正是安尼。有的人拢爱想讲啊，教育可能会当改变，但是教育咱过去拢将教育当成社会阶级的翻转。啊，我受教育是会当安怎得到更较好的工作，会当有更较好的地位。教育的目的敢是安尼？我真爱有一句话。这是以前哈佛大学校长引用因学校的这个艺术甲科学学院的院长所讲的一句话，讲教育的目的是啥物？是确保学生会通分别什么人的黑白讲话啦。教育毋是为着将来会当趁钱啦，毋是我会当翻转社会阶级流动，迄毋是啦。真正受教育的人会通安怎去分别，到底你是黑白讲什么代志？牧师若黑白讲，你嘛来甲我提醒。牧师，你今仔这黑白讲，我伫查经班的时阵，逐个人拢会当提出疑问。黑白讲什么？会当来互相讨论，因为查经的过程是要发现真理。伫遐来明白上帝的公义，伊的心意。但是咱看到先知的时代，社会是安怎颠倒是非，这是第4项的惨啊。咱来看第5项的惨啊，就是21节，先知伫遐批判迄个自大自满、掠家己真有智慧的人。这就那亲像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掠准家己真有想法，有家己的标准，认为家己上聪明。但是先知讲惨啊，掠家己目头悬、真巧的人惨啊，因为心内就是无上帝啦。咱需要谦卑甲上帝三角行。煞者咱来看第6项的惨啊是啥物？22节甲24节。伫遮伊的批判，其实批判迄当时的法庭的腐败，接受乌西曲解公义的人。其实这段嘛是综合头前第3、第4、第5的这个惨嘛，因为安怎炒地皮，住迄个豪宅，有钱的人，有闲的人呢，啉酒为好咱。过来咧，颠倒是非，颠倒迄个法庭是有权的人。
这个代志，这个惨啊！先伫最后做一个结论。咱来看24节安怎讲？伊直接讲，是因为安怎？最后讲，无是以色列相信上帝的话语啦，因拒绝万国的统帅的律法，因无听上帝的话。伫欧西亚王执政的时阵，咱国犹大算强盛，但是以色列人因安怎？丁麦伫酒精，丁麦会当趁偌济，丁麦有徛起的所在，偌水拄偌水，看起来是真水，但是人的内心无有价值，无有上帝话语，迄款的社会，无有价值的社会，是一个败坏的。今仔日咱咧讲咱的社会，为什么爱有民主、自由、人权？因为迄是上帝互咱的时代真要紧的礼物。自由，互咱会通伫真理的中间得到自由；互咱会通有人权，因为上帝之下人人平等，毋是皇帝之下人人拢做奴隶，毋是。咱的时代是上帝之下人人平等。因为咱的上帝真做人，称咱做伊的兄弟，伊提升咱的地位，咱无应该去将人的地位搭伫涂骹底。这是一种上帝国的价值。煞接咱来看25节，先知的宣判，伊讲所以就是一个惨嘛的一个总结。上帝要安怎？伊要发出伊的生气，上帝要发出对这个罪恶，要来发出伊的审判。弟兄兄弟，咱的上帝真正直，你敢知影？咱的先知嘛真正直，因为无公义、无公平的社会，是无法度彰显上帝创造葡萄园的目的。咱搁转去到第5章的一开始。上帝伫遐起造葡萄园，伊爱人安怎去甘着迄个甘甜的滋味？这个社会哇，徛起甘甜平安，这个社会会当互咱感受到上帝国的滋味啦。原本上帝创造的葡萄园，是伊期待结出甜的葡萄，毋是要带互人。毋是要带予人生苦涩的滋味啦，若是苦涩的滋味，代表咱的社会安怎？还未达到上帝国。儿童营了后，7月初8、初9，咱有邀请迄个友喜社要来洗涂骹。友喜社的友就朋友的友，洗清洗的洗啊，友喜社。是一个作家林立清，伊去邀请一寡游民，甲因训练安怎去洗涂骹。所以伊迄个洗涂骹，包括去学校暑假开始，哇，因足无用的。我迄甲约时间的时阵讲，牧师啊，阮大时间拢排满啊，暑假开始爱去学校去洗学校的地，甚至因嘛去洗迄个古迹啦。我讲，阮遮嘛是古迹啊，你来洗，洗涂骹、洗便所。过去青鸟行动伫灶骹边啊煮的涂骹油油，我讲拜托的，迄加强一下。因昨派人来遮和我讨论要洗大，和因讲来讲去，要将遮的垃圾的清掉。一个社会。这游民会当感受到，哇！我有这个工课，这对因的性命是甘甜的。有甘甜，这代表咱的社会是进步的，你敢知？若是这游民继续伫遐怎？阮嘛无要做代志，阮嘛无要去做啥物。因感觉生活的日子是苦涩的，安尼咱的社会就是安怎？是退步的啦。我看到因来，我真欢喜。
更较欢喜的是背后有一群人为着因会甲因支持，互因有工课去做，因的计数嘛真合理。结果我讲的，我讲起，这钱什么人付？其实嘛有人奉献啦。咱教会免摕出来，有人奉献啊！你看，都是安尼社会，都是，互咱感受到有人在做这个工。这个社会若是互人感受到是可惜的，代表咱的社会是安怎？离上帝国是足远的啦。若是互艰苦的人感受到讲，我努力，我嘛当有甘甜的滋味。这个社会是行往上帝国的进步。所以，咱来看26节到30节，最后伫遮，最后的讲起上帝的审判，上帝采取审判的行动，伊去招远远的民族来攻打以色列人。伫遮无讲到这个狩猎啦，狩猎是巴比伦帝国的时期。伫遮讲到是亚述帝国。因为亚述帝国伊的军装，因是安怎下腰带穿长的鞋，这个长靴，甚至因的武器是弓、是战马、是战车，这拢是亚述帝国的武器。所以是北边的亚述帝国来攻击南国犹大。27节较特别，伊的讲起，因无拄久的，嘛无爱困的。原本这个形容拢是咧形容上帝安怎？上帝无拄眠，上帝袂困去，伊会看顾以色列人。但是伫遮竟然是用伫亚述帝国的军队，这会表明这个军队带有上帝给因的力量，嘛是会表明上帝的审判真紧就临到。咱来看30节，伫遮安尼讲。带出一个黑暗的主题。人若看这个国家，只有看到黑暗甲灾难，灭魂，这个夜坎光明拢变做黑暗。咱若看到这，感觉讲啊，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无远望啊。但是你后壁搁甲读落去的时阵，读到伫第9章第2节，黑暗中。黑暗要转变啊，带出远望的信息。因为先知伫第9章第2节安尼讲，行伫黑暗中的人已经看见大光，生活伫死荫的地的人有光在照因。所以，弟兄兄姐，过去咱有可能咱的年代感受到是黑暗，无有远望。但是这不是上帝的目的，上帝的目的是要让咱对黑暗中看见大光。咱的社会阁有无教育进步的所在？这是咱来做阵来努力的，这是咱受呼召，上帝爱咱参与伊的工。咱个想看卖今仔日咱的处境下底，这段经文带予咱什么款要紧的反省？我想第一项。上帝厌恶什么？上社会需要什么款的改革？咱需要安怎去敲吹啦？甚至用6个惨啊，这是伊看到的社会的现况。特别是迄个领导阶级的腐败，致到人民嘛受苦，生活可惜。甚至伫遐话讲惨啊惨啊！我想讲吼，甚至今仔日若是伫咱台湾的社会，伫遐话惨啊惨啊的时阵，敢有人会叫伊安怎点点啦，莫讲话啦，叫伊莫讲，有可能无？有可能啊！当咱的社会有人咧指出讲无公平，指出歹所行的时阵，真侪人会叫伊点点啦。你也无点好，检查安怎会付出代价，互咱的生活安怎无法度甲中国做生理？即款的代志拢有可能。
我细汉的时阵，是大人嘛会讲啊，囡仔人有耳无喙，点点。为什么要点点？因为你加讲吼，惹代志啦。咱的社会若是安尼时阵，社会是无法度进步的，是无法度听到先知性的呼吁。有当时伫教会内嘛是共款啊，为着教会好名声啊，这个啊，莫讲。几来年前，伫世界有迄个 Me Too 的运动，我想大家应该不陌生啦。伫咱教会嘛办几啊场 Me Too 的迄个研讨会，前一站嘛搁办，前一站的办是迄当时有一个中会，有一个牧师啊，这个权势性侵，因的中会已经处理啊。但是咱的中会讲，咱嘛是需要面对这个代志来讨论，毋是点，毋是要求受害者点。若是受害者点，咱阁有缘沉伫这个罪恶的内面，亲像这段经文内面所描写的，迄啉酒吼，啉甲醉茫茫啦，伫罪恶的中间醉茫茫。我毋知影咱有看到前几天的报纸无？迄个酒叫《论坛报》，伊迄个《论坛报》有一个新闻，会讲起美国德州有一个 mega church， 迄个大型教会，逐主日偌济人礼拜，你敢知影？10万人礼拜，迄个天门教会，因的主任牧师受指控，伫1980年。的时阵，猥亵一个12岁，迄当时12岁的一个少女，毋是一遍哦，是骨难当。后来即马互人压出来，伊要叫伊的囝做接伊的主任牧师，这个代志压出来。6月18，伊宣布辞去教会职务。教会也针对35年前发生的这个代志展开调查，并且教会公开表示对这个代志非常痛心的立场。因咧讲起，我要甲这个受害者徛做阵，找回伊的公义啦。你兄弟，若是咱讲啊，为着顾全教会名声，以爱之名。我们去息事宁人，这款的社会，这款的教会是袂有进步的。圣经内面咧，甲咱讲，咧讲起，毋过无得想上帝计划，毋捌注意上主的作为，咱敢会真做这款先知所批判的？我想，这是真做咱真要紧的提醒。上帝所厌恶的，咱嘛应该厌恶。上帝要求的社会是公平正义，咱嘛是爱行伫公平正义。所以，当人话讲无公平、无正义的时阵，咱爱大胆出来，为着因来发声。第二项要紧的，要互咱来思考的，上帝要栽种的是啥物款的葡萄园？咱阁会通努力参与啥物？伫第5章一开始，迄个经歌就甲咱讲起啊，上帝用5个行动，用心栽培迄个葡萄园，望迄个葡萄园结出来是甜的水果，互伊的子民感受到生命是甘甜的，期待这个葡萄园会通亲像爱甸乐园一般。但是先知观察到啊，这个社会竟然毋是安尼，先知关心到这个事件，这拢真做咱的典范，也是咧提醒咱爱学先知的行动，去促进上帝国的新国度。若是社会继续放纵，
继续失去公义，无对弱势者的怜悯。先知互咱知影，上帝的审判紧紧就到。先知是社会较精的人，较精爱咱警醒。耶稣嘛甲咱讲，恁就是世界的光甲盐。世界敢有因为有基督徒伫这个中间，这个世界会通看见上帝国的未来无？上帝要栽种的葡萄园是带予人生命甘甜的滋味。咱伫地面上就会当去谈到上帝国的滋味啦。到伫新约的时阵，耶稣转化葡萄园的导向。耶稣讲：“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咱要转化这个社会，毋是靠咱家己的能力，是靠咱军队耶稣基督的生命态度。靠人，咱无法度，咱只有会通靠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捌甲学生讲，在人这是袂话，在伫上帝凡事拢话。毋望咱台湾所起造的这个葡萄园是甘甜的葡萄园，期待咱的社会是行往上帝国的价值，互人去谈到上帝国的滋味。咱做阵努力，愿圣神帮助咱同心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互阮通过先知所发出的信息，伫阮的时代来做信仰的反省，帮助阮行伫你的旨意内面，促进上帝国的新国度。阮的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个吟圣诗，圣诗537首，圣诗537